各位觀眾大家好，最近元朗街頭出現一個令人關注的場面，有網民拍到大批長者在烈日下排長龍領取免費飯盒，照片一出即時引發網上激烈討論。從相片可見，好多公公婆婆戴住帽、口罩喺圍欄後面排成一條長長的人龍，有人倚住欄杆，有人同身邊人傾偈，大家都耐心等候領取飯盒。當時氣溫高達30幾度，場面相當震撼。樓主發問：為咗個飯盒，啲公公婆婆係烈日當空排成個鐘隊拎免費飯，究竟點解會有今時今日嘅現象？網民意見分成幾派，有部分人認為係貪小便宜心態，直言老人家大把時間，又鍾意執便宜；亦有人覺得係中國人嘅貪念作祟，但同時有好多網民為長者抱不平，認為將矛頭指向老人家好唔公道。有人反問：如今社會越貧越貧，難道全部都係低下階層自己唔努力嘅結果？除咗貪同貧兩種看法之外，亦有網民提出更人性化嘅解釋，認為對好多長者嚟講，排隊領飯盒可能係一種生活情趣同社交活動，一來可以出來同老友記團聚，二來有個地方吹水消磨時間。相比獨自喺屋企，出去排隊反而係一種打發時間同聯繫感情的方式。免費飯盒只係額外嘅注數，呢件事表面睇似小事，但其實反映咗香港一個深層社會問題：長者貧窮同社會福利不足。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香港有超過30萬名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呢個數字仲未包括暫住貧窮嘅長者，即係表面有屋企有退休金，但實際生活非常拮據嘅一群人。公屋輪候時間長達5年以上，好多長者即使有子女，但子女自己都要還樓養仔女，經濟壓力大，難以全面照顧父母。結果好多長者寧願自己出街排隊搏一餐免費飯盒，既可以食飽，又可以同其他長者傾偈，減低孤獨感。呢種排隊現象嘅背後，其實係多重因素累積嘅結果。首先係香港房屋問題，樓價同租金長期高企，即使長者有物業在身，退休後如果要租屋或者供樓，現金流都好容易斷裂。政府雖然有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同綜援，但金額同實際生活開支相比，仍然有明顯差距。舉例嚟講，一個獨居長者每月綜援大約幾千蚊，但單單係基本食宿同醫藥費就已經好容易超出呢個數字。其次係人口急速老化，香港長者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對福利同醫療服務的需求急劇增加，但財政資源分配需要平衡多個範疇，包括房屋、基建、教育同醫療。呢個情況導致資源分配上經常出現捉襟見肘嘅情況。再者係家庭結構改變，傳統養兒防老模式逐漸失效，好多子女因為工作忙碌或者經濟壓力，難以每日照顧父母，結果好多長者變得孤獨，排隊領飯盒反而成為佢哋日常生活中少數可以同人接觸嘅機會。同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香港嘅長者福利有明顯差距。新加坡有中央公積金制度，強制儲蓄加上政府補貼，長者退休後有較穩定收入。日本有完善年金制度同長照保險，長者可以得到較全面嘅居家護理同院舍服務。北歐國家如瑞典、丹麥則以高稅收支持高福利，長者可以享有免費或低成本嘅醫療、護理同住宿服務。相比之下，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福利水平相對保守，更多依賴家庭支持同慈善機構。咁點解香港資源似乎總係唔夠用呢？有幾個重要因素值得留意。首先係高地價同高租金。香港土地資源有限，政府土地收入雖然多，但好大一部分用喺基建同公共房屋發展上，福利開支相對受限。呢種土地財政模式令政府喺資源分配上經常面對兩難，一方面要維持財政穩健，另一方面要照顧日益增加嘅長者需求。其次係人口急速老化同醫療成本上升，長者人口增加，
對醫療同護理服務需求大增，但公營醫療系統已經長期超負荷，結果好多長者寧願自己排隊領飯盒，都唔敢經常去睇醫生。再者係政府資源分配優先順序，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大灣區發展，北方都會區同基建項目，這些大型工程需要巨額投資，某程度上會影響到福利同長者支援嘅資源分配。雖然政府強調有需要先照顧，但好多市民都覺得長者福利同基層支援嘅增加速度仍然追唔上社會需要。呢啲因素加埋一齊，導致咗今日嘅結果。長者貧窮問題持續存在，孤獨感增加，排隊領飯盒成為部分長者日常生活中少數可以獲得溫飽同社交嘅方式。呢種現象唔單止反映個人經濟困難，更反映出整個社會福利系統同資源分配模式嘅深層問題。呢類事情發生，有啲朋友想了解究竟點解會有咁嘅現象，有啲人係關心香港整體民生，希望從中看到社會問題嘅根源，亦有部分人自己身邊有長輩，或者自己將來都會老去，想透過呢類討論預早思考長者生活同退休安排。佢哋最想知道嘅往往唔單止係事件表面，而係背後嘅成因，係貧窮問題，係福利不足，定係長者孤獨同生活習慣所致。透過討論，佢哋可以獲得更多角度去理解香港社會現況，同埋思考自己或者家人將來可能面對嘅情況。呢張相片雖然冇標準答案，但確實映照出香港社會複雜嘅一面。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下一集再見。